天理了都两边没有了走，天理有变作是才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走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，我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走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一老外，没有外，一老外。天理了都两边没有了走，天理有变作是才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走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，我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走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快点啊！不一定先放下来了，这是我刚说的。大队长找你。高照，来，这附近你比较熟，专案小组，请你研究一下杜玉龙可能藏身的地点，你帮我们看一下。卡照，你找这么久干嘛？你在寻宝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让他想一下。啊，这里下山都不用经过产业道路，有登山步道可以走，很方便他下山找食物。所以像这些山洞、公寮，都可能是他藏身的地方哦。如果是我，就会这么想。那好，我们分头进行。明天地面组兵分两路，采徒步包围。高照，这附近地形你比较熟，你来负责带队。古恩、阿伟，你们俩在山下登山口守着，随时支援。明天清晨，我们上山猎豹。你那上风还好吗？见面做乜嘅喏？那以前你哪喏？来天顶去顶啊！冇問題啦，等一下陳主任送到嘢哈。阿英姐，哎，阿英姐，生意變動啊？拜託一下，哦，都動搖誒。剛先坐一下，來準備下。好。李總幫，好，你點解不久誒？哦，阿偉啊，謝。冇啦，係個偏動買好做轉移誒。你坐一下，我同你講啊。好啦，落來啦。恁那倆杜玉龍了。李總幫，副案長冇問李總幫沒看到啊，看到你莫講誒，你安尼烏白亂掠人吼，我來講，你好人你啲嘛？買好你啦，佢犯你，通缉要犯，不辭你呢。菜椒啊，你唔知啊？誒，恁真正嘛甲杜玉龍掠咧關吼，真正是有天無眼啊！恁遮個吼。當伊是做啥物好代志哦？你唔知，阮遮大大細細攏知。伊咧莊內吼，
阮遮个拢受鬼的温情哦。我甲你讲，伊即届只是要来叫骨，共伊阿婆有无做一寡代志。你唔好胡白乱俩人啦。是安尼啊，李总爸。啊，他是通缉要犯，准甲老给杀一落啊，又没人做咧去搞给听诶。再说我们只是依法办事而已啊。什么依法办事？法律哦，法律是啥物物件？法律是骗人的，法律真正拢李总爸，去干先行的呀。侬有礼貌呢喏，你本来你妈出头的啦。错啦，还讲安尼啊？打电话分给李总帮的老给带转移的，来做没送。真唔对啦。系啦，这无系啦，好。歹人拢掠李总爸，去干先行的。唔只对，啊你掠好。还有咩个讲？错啦，安静。给杜玉龙去做来一个事情，这样。好人哦，真正掠去关歹人，逍遥法外。你这唔捌代志，全部来你卖给你妈啦，吼，干你这。我，哎，等下。哎呀，的枪哎。周总，先吃饭呢。哦，好。不用多聊。周总，给杜玉荣转来个事情，给他都全做底的。是啊，对，你慢点。除了李仲伯啊、阿英记啊，来团哦，了总会当3年，他甲全做底的。你讲得有样哦，记了对哦，迄笔恩呢，较早就底哦。苏总，你敢不会欠嘿？别让你亲你呢，只有他亲都要死的，其他都全都无讲的。咁样我原本人少嘿。呀，你就唔知，迄副乡嘅人对佢嘅看法的。佢嘅发言呢，系咪法好讲啊？啊，伊有正义感嘅啲，不过呢，阿用嘅2、3年，本性不坏。虽然从细吼又恶又好斗啊，不过啊，按多年来，佢对乡里啊天书一道，除了你拿钱分给着苦渐渐给人，还捐钱分福教庙方孤儿院给。而且迄钱嘅来源无张天天啊，佢所有嘅事啊，开始改到底。苏总，迄讲记了哈，去都娘面前，你敢会老给杀起来啊？给你迄次发嘅不可能变过去。阿爹，小慧，小慧，哎，文大哥，你来了。我今天要上山出任务，如果回不来的话，帮我把这个交给文怡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存折还有印件，是我为他存的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告诉他，里面的钱都是他的。好，我会跟姐讲。国文大哥，你还好吧？看起来怪怪的。我告诉他，这些钱可以完成他的梦想。好，会拿给我姐。我走啊。嗯。好来哦，加减仔看哦，加减仔要今仔看会到，熟会到哦，哈！老板不在，今天通通乱卖啦哦。不管你是特资会、国务机要会哦，今仔你看到拢经济又实惠啦哦。好买咯，唔止这个啊，阮就问题听听啊。拜拜。你用头汤好，无重要事情干唔伫爱到唔免爱到吃的哦，没有。看这个啊，头家，看下。个有可能嘛个较奇怪的呢无？公花。你甲讲，你甲讲。你刚有看了啥？无啦，我足久无甲阮大联络啊。我唔知啦。哎，你讲啦。先生加减仔看袂歹哦，嘿。哎。叫你较讲，你搁叫我讲。啊，讲啊。啊是要讲无啊？无啊，你讲袂离啊，啊都看的人倒伫遐啊，一支穿伫遐倒顶啊，阮两个都看咧足紧张啊，想讲出去买一杯凉的。啊，过来咧。唔知啦。我唔讲诶。爱到转伊就看到一帮阿姨的，唔好挑伊的。还有慢点度钓鱼咯。都可以骗加减仔看哦，嘿，是加减仔看嘿。太大太小？太小拿300吧。有啦，杜玉龙啦，你看迄阿勇诶，阿勇哥。杜玉龙。系啊，佢前爱全国拿500万。500万。系啊，讲嘛还有做旅游的啊。妹妹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嘿。胸口那还有慢点哦。好，一样的哈。好，我夹掉啊。好。杨素芳诶，同事总结案。总归。你啊，独烟斗迄个啦。无可能错诶。冇，我无可能错啊！细看伊看到太阳样唔对。有以前，嘿，张国恩呐，系啊。有以前嘛唱歌，嘿。佢嗰邊做埋咯。做嘛解啊？我去第2、3大摆都稀稀疏疏。
难查的方案。那所以说，从两个人都是一个人过来。我来。阿弟，唔要来喏，真的。冇假的啦，用来谈判系第三来，马该意思啊。阿良哥，你无等人来，伊喺停电来。唔系你阿弟唔系啊，挨做地自己啊。係阿良哥，伊喺台北来嘅，某个事情就唔掂，冇人用。台北来嘅，挨看下啦。诶，经过嘛啊？唔記得咧，送把啲台嘅本照睇咧，標牌冇人改。唔記得，這些波嚟對台北本人咩都冇干冇啥，要丟誒啊！也係唔係做警察，係做嚟交起朋友哦。唔過大嫂，阿良哥，阿良哥，阿良哥。阿良哥，你喺弄啥事情？冇巴到去。唔係咱鄉村嘅，做把扶電機。人哋鬧佢，咱兩件事情冇結婚。冇結婚，按勇講，唔做嘅事情，佢全就唔啲啊。阿良哥，有沒有？送人做你冇見到。武松係幾次嘅？阿良哥，暗度後本來寬度。阿良哥，用不要用變嚟。按用嚟做啲刺激冇？嗯。哎呦！係想唔係條款呢？哦，記得，准許唔講出來，按了就絕對會殺敗。記得嘛？啊！起來啦！啊！
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有远景受伤，有远景受伤，我是1号，我是1号。都看唔懂。错啊，安尼原谅的吗？全部说笑了啦，搞到讲有拍影才好去呗。佢睇下冇樣嘅啦吼。我也冇清楚啊。 警察以前落去太多，因无对用的事情，我讲得过。我早了后，某个都讲唔得，但唔知阮都大很用的，我真生气。是这啦。 安尼了下应该很稳用诶。用来讲啊？看你个想啊，杜玉荣应该想来老人了比讲到条件，故说安尼暂时不用买事情诶。 我因妹忙，总冇个杜容，我引请伯恩啊。阿文。 甘伫给武琼唔要对容字诶，遐安尼，有可能啊，无可能。无骗，你只个通到诶，唔骗你，骗你，来通到伎俩3天嘅讲法。 我想看啊，对容这么变来做，就我应该老正经的事情讲出来，俺俩免唔定用个啥。我咩讲唔输会迄双钱，佢比较否定。 我老总唔空虚啊，跟遐空虚。哪有输马钱啊？佢哋个骗你，佢纯粹係假嘅啊！你聽出來上心愛，愛講係真嘅。唔係真嘅啊？你講緊古老嘅。 这么舒适。阿不依，
现在所有的情报都显示黑松是张国恩杀的。只不过阿伟还是坚持张国恩是杜玉荣挟持的。阿伟这个小子啊，一点都没有变，很正直，但是也很容易受骗。好啉吗？哇，又要按节奏哎。所总歹势啦，本太敢麻烦了。歹势嘛该啦。因掠着我，就像一家人穷养咩？欢喜嘛该？做啦，掠好。就电商较好咧，就杀转来，今日存无业记3年啦，然派出所就存甲走都买酒，用啥天天的，哎，学长，你好。听说你醒来了，我就立刻赶过来。怎么样？伤势还好吧？还 OK 啊，老爹。我就说嘛，阿伟啊，在台北就很优秀。哎，我都说啊，他啊是专门等着办着大案子的材料。没想到把他调来乡下休养一下，嘿，居然真的给他碰到大案子了。哎，你看老爹还很照顾你，对不对？臭小子！有没有事？对不起，赶快，请一下医生来，看有没有什么事情。哎呦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快！爹，有些事情啊，我是想当面问你。什么事啊？那天在山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哪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在笔录上不都写了吗？我跟国恩2个人在搜查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线索，然后就继续追。后来遇到杜玉荣就发生枪战，然后国恩是为了救我。笔录我看过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那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是没有可以说的了，还是你不敢说？阿伟，爹，你不相信我啊？黑松失踪的账册已经找到，账册上的指纹还有内容，张国恩都脱离不了关系。黑松的小弟也已经供称，最后见到黑松的人也是张国恩。张国恩和杜玉荣为什么会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现场？我们也很想知道真正的理由。阿伟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讲这些事情我不晓得。我们有理由怀疑张国恩和杜玉荣是一伙的，更有理由怀疑张国恩和杜玉荣是在演苦肉计，是在争取逃亡的时间。这怎么可能嘛，老爹？你想想看，国恩都已经被挟持了，怎么可能还会是一伙的？那你把详细情形说清楚一点呢？我只能说，国恩跟杜玉荣绝对不是同一伙的。再说，国恩现在被挟持，他处境非常危险，他很需要我们警察同仁的帮忙。好了，我现在不逼你了，等你想清楚了，你再告诉我啊。
我有事情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学长要走了。哎，好，麻烦你照顾他了，辛苦啊。好好照顾自己啊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用的喏。无啦，无买啦。你时常电下出来啊？唔是诶。等下用完。唔是啊。所长，我通讲，佢总本有签到诶。唔对啊。所长，这件事情该做对人讲啊。但是，连听说我先救爱人呢，其实也都危险的。我讲啊，这种事爱伫个叫个杜玉荣，叫杜班路的。还是谈到其他人的两三个讲法，还是空得神晓，还谈到都要促强一下，还谈到其两三个讲个无从本人事体个事情，都咪爱通伫。捡到的啦，做嘛？喊捡，起来，做嘛？叫马街，叫马街，啊！掉你的！想要死呀？起来啦！啊！放起来啦！行好就会啦，对啦，看到给不会吗？狗屁啊！做嘛呢？对啦。老爹，你们现在还不确定张国文涉案的情形，我们就要攻坚珊珊，这样会不会太……哎，佳琪，进来，听你讲。坐。佳琪，张国恩的涉案情形是机密，封锁消息就是为了要误导杜玉忠，你讲话要小心一点。对不起，老爹。我只是怕我们的行动逼急了杜玉荣，会对张国恩不利。他暂时不会渡张国恩的。杜玉荣，他现在以为我们警方已经乖乖的接受他的条件，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一切。只要杜玉荣以为自己手上握的是一张牌，
他就会持续的跟警方谈判，否则这里他熟门熟路的，我们哪里斗得过他？不趁他毫无防备的时候攻上山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是阿伟说过，张伯恩跟杜玉荣根本就不是同谋。你不要管阿伟他说什么，这小子重义气。这段时间的相处啊，已经让他丧失了判断的能力了。那难道说我们就不管张伯恩的死活吗？哎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但是你也不要忘了，张国恩是有罪的，他杀了黑松。可是我不会让个有罪的警察坏了整个大局。杜玉荣这个枪击要犯，一天不抓到，伤害就会变得更大。哦，还有，绝对不要让阿伟知道这个消息啊，否则他贸然的跑上山，会坏事的，知道吗？是的，知道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好，要记得我的话哦。辛苦。阿伟，你出院才几天啊，就跑出来玩？我肚子饿了，陪我去吃个饭。我今天来的时候看到专案小组的车停在外面，是不是已经开始攻坚？现在上面到底打算跟杜玉荣怎么抢？国文没事。你放心，老天跟我们保证，他不会放弃国文的。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收到通知哎。你受伤了嘛？上面希望你多休息一下。佳琪，这次行动是没有我，我已经好的差不多，可以行动了。国恩是调杜玉荣出来的，我们都怕你感情用事。阿伟，那国恩呢？国恩的生死怎么办？你也知道国恩他有涉案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跟杜玉荣之间的关系。你这个够马 K 啊！为什么连你都这样想啊？阿伟，
妹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等我转来。阿妹，等我转来。文怡，可以跟你聊一聊吗？你相信爱情吗？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小时候。我爸为了训练我们很坚强，所以都不准我们开灯睡觉。所以以前常常幻想，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人帮我把房间的灯打开？那我是你的灯吗？他跟我以前是男女朋友。不过那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的男朋友是他以前的学长。半年前，他学长因公殉职。如果没有阿伟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度过那些日子。我希望阿伟是我的灯，你也会找到你的。谢谢。神夢也下決定到建設學校畢業進來，你繼續保佑決定，唔單槍身體要康健。毛主席，要成為不好了。好
通我为亚洲地方做亲好、亲泰的贡献。